來繼續來看台北、上海城市論壇簽訂着物證交換的計劃。來自上海的兩隻小鳥型樂樂甲甜甜，經過1個月隔離檢疫，早起離這個木柵動物園上場了。講本地上海市府甲上海台辦的官員要陪這個小鳥型做回來台灣，但是陸委會講有統戰的疑慮，所以唔愛讓因來。圓滾滾的小鳥型，我見得講安尼騙來騙去，想要食廠裡內底物件，佫跋一倒，這個模樣看起來真古錐。甜甜其實比較符合小毛熊的天性，而樂樂是比較不正常的天性。2024台北上海雙城論壇中，雙方簽訂物證交換合作的備忘錄，來自中國上海動物園的兩隻小鳥型，頂個月到木柵動物園。今日頭一擺甲大家見面，嘛公布新名字叫樂樂，另外一隻是甜甜，甲秘書這擺無公開露面。本來上海官員嘛要陪小鳥型來，也不過相關的申請被退回。原來呢，我們是希望說，這次因為剛好是小貓熊嘛，那也要談一下今年的雙城。那當然後來非常遺憾哦，就陸委會是給了這樣一個答案。台北市政府有來詢問，也是有統戰隱喻率，啊，那後來台北市政府就沒有再申請了。你別看我講，第6月17日，陸委會提出申請，包含上海市政府的副秘書長張玉興、上海台辦的主任金梅、副主任李曉東來台參加小鳥型的公開活動。對此，陸委會證實講，因為有統戰的顧慮，未核准3人的入境申請。其中台辦主任金梅更加做幾屆統戰部的部長，也不過台北市政府質疑講，小動物的交流甲統戰有啥物關係？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動物之間的大家彼此的一個交流。那但是呢，可能陸委會是把它視為比較政治化的議題。全世界都知道台辦就是統戰機構，怎麼讓上海台辦來會沒有統戰疑慮？也是上海動物園跟木柵動物園，不是上海台辦跟木柵動物園。動物園的交流本來是好事一件，這擺中國統戰背景的官員雖然被拒絕來台灣，不過台北甲上海發出講繼續交流。雙城互動引起討論。